好，弟兄姊妹，咁今日我哋就學下一個4拍半嘅彈法。首先，任何一個新嘅彈法，我哋都會攞個大髀或者攞張台嚟試一試先。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，就喺第4拍同個第一拍中間咧，就攝咗個半拍喎。4、1、2、3、4、1。係啦，咁呢下如果都 OK 啦，你就會喺個琴度原地踏步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都 OK 啦，就逐格上咯喎，3、4、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，甚至逐格落啦，1、2、3、4，如此類推。都 OK 啦，穩陣啦，你就揾一首詩歌，譬如腳步啦。咁，但係通常我哋正歌就唔會用呢一個，正歌我哋會用翻一啲平常嘅平均4拍啦。好啦，咁譬如我副歌先至用呢一個，我就會喺正歌嘅最後嗰句用翻普通嘅4拍彈啦。走在往復的道路，就給我更多的勇氣，給我更多的信心，讓我勇敢踏着滴答滴答滴答，跟你行在雲上，跟你走在曠野地，吱吱喳喳我也不再哭。咁樣試多幾首歌都可以係用呢一個4拍半咯。咁就記住嗰個半拍唔好太過短，唔好1、2、3、4、1，咁啊唔啱噶啦，係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。好啦，教大家少少樂理咯。呢個平常我哋好多時候彈嘅 C 咧，其實我哋叫 C 大調或者叫 C major。咁點解？因為3、2、1、2、3，中間呢度2，所以3加2。好啦，咁如果我想變咗 C 小調咧，即係 CM 啦，或者叫 C minor，咁就係唔係3加2喎，係2加3喎。你將頭先個3加2變咗2加3，即係1、2加3，所以係2加3咯。OK， 咁你會發覺咧，無論 C 大調定 C 小調咧，頭尾嗰兩音都唔變嘅。C 大調、C 小調。嗱，咁我又示範下呢個 D，呢個 D 大定 D 小咧，咁我就要數咯喎。呢個係2啦，加3，所以呢個係 D 小調或者叫 DM 嘅。好啦，但係如果我想將呢個 D 小調變咗做 D 大調又點啊？咁就變咗做1、2、3，3啦喎，加2。OK， 咁我哋將所有由白鍵開始嘅 chord 都彈一次俾大家聽。C 大調、C 小調、D 小調、D 大調、E 小調、E 大調、F 大調、F 小調、G 大調、G 小調、A 小調、A 大調，彈埋呢一個 B flat 大調、B flat 小調。大家記住呢10幾個 chord 咯噃。